为着要来冲关到外籍移工新冠疫苗的注射率，台中全勤队甲卫生局来合作，到这个梨山来设全台湾上悬海拔的注射站，帮当地外籍移工来做预防射。驻文的人数400多人，不过东港来1000多人，这个其中有900多个拢是非法的移工，占注射人数的90%。全勤队是来强调讲，为着要保障到个人的健康，绝对袂来抓来注射的非法的移工。梨山街路民众排队排甲老长，因全部拢是外籍劳工，其中还有非法移工，大家乖乖排队，就是为着要来注疫苗。你来这边有怕被抓吗？不怕了。中央宣布，为着让全部的人拢疫苗保护，非法移工来注射袂甲因抓，就算全勤队伫咧现场查身份，非法移工嘛敢来注。我的朋友跟我讲啊，朋友跟你讲的。对啊，现在要打，我怕得到啊。为什么不下去打疫苗？我们有空啊，哪个就进来。上悬海拔注疫苗所在，就设伫咧梨山部落，就是为着要替移工服务。而且本来伊有400个人，尾来1099个人，其中失联非法逃走的移工就占90%。一位900多个人来注疫苗，全部拢是来注第一剂。全勤队讲袂甲因抓，佮大心带东南亚的语言翻译来。Alergi setelah disuntik vaksin atau obat。梨山地区出产梨啊、苹果含甜起啊，不过因为长期欠工，所以今日当靠这移工来斗相共采收。当地过境人嘛希望疫苗注射身份查完，那个源头走倒来给因了。推行到明年的1月底止，我们推行了预期外来人口的一个安心接种 COVID-19 疫苗的一个专案。全勤队头一摆伫咧上悬海拔的梨山设站给注疫苗，嘛是因为有合法的移工无时间去市区住，所以这特别去山顶给斗相共。嘛意外发现有真侪非法的移工嘛需要疫苗的保护。